總價80萬可以擁有市中心咁靚嘅湖景大平層啦！呢一套係120平方嘅觀湖景啊！哇晒，整個湖景跑道都有4公里，8米嘅陽台入去可以見到我哋客廳開間5米闊，全屋精裝修，包括呢啲沙發啊、台啊、電視啊、空調，全部都係贈送嘅。120平方南北通雙陽台下。入門口仲有一個書房仔啊，但係呢啲床呢啲全部都係送嘅，你冇聽錯，你而家見到嘅包括廚房裏邊啲電器全贈送啊，首期3萬蚊，月供都係3000蚊左右嘅咋，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現樓狀態即買就即交吉嚇，小區有直達到香港同埋澳門嘅業主樓巴，小區仲要係巴士總站。3蚊雞就可以直達到拱北口岸，仲有港珠澳大橋。